你都唔想好似佢咁樣，一大早起床肩頸背痛到叫救命。信我，試試這款枕頭，熱療舒痛護頸太空枕。它的石墨烯軟紅外線熱療枕頭自帶熱敷功能，溫熱感深入肩頸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夜晚邊睡邊修復。人體工學設計貼合頭頸肩，側睡時肩膀真正懸空放鬆，不再壓着痛。慢回彈高密度記憶棉，翻身轉身支撐力始終如一。適用多類人群，不止50肩、低頭族、頸椎不適、睡不好覺的人，用它都能立刻緩解。好爽呀！旺呀！好爽啊！呢度要試試這個足球多。幾百蚊試試這個枕頭，俾自己一個解放的機會。即刻 WhatsApp 佬有王國28877188。